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MBay 男人嘅浪漫。今集嚟浪漫嘅呢位車友咧，就帶咗大行嘅豆腐14寸咧，就過嚟改裝啦。咁呢位車友咧都係啲熟客嚟噶啦，都改過好多車噶啦。咁佢哋玩14寸細車咧，亦都有個群組嘅，叫做14跛。咁啊，大家有興趣咧，亦都可以互相圍爐嘅。咁呢位客人咧，每次都會自帶啲材料過嚟我哋 MBay 度嘅，咁我哋收翻個手工費咧，就會幫佢安裝啦。咁佢今日所改嘅嘢咧，就係呢一啲啦，就係呢一堆啦。咁而家你對比下重量啊，咁原裝嘅大餅咧就791克嘅，咁啊換咗碳纖鈦軸咧就483克啦。跟住原裝嘅 headset 咧就104克啦，咁啊改咗呢一隻合金 CNC 藍色嘅 headset 咧就80克嘅，原裝嘅座管扣咧就65克啦，咁而家改翻呢隻藍色嘅座管扣亦都係 CNC 嘅，就46克，咁就將呢部車咧成部夾上架，咁啊準備開工啦。咁最後咧上埋個磅尺咧，咁就可以大功告成啦。咁啊，跟住我哋嚟磅一磅部車啊。咁呢部係單速嘅豆腐嚟嘅，改完之後就係7 kg 嘅啫。咁我曾幾何時有一段時間咧都有玩14寸嘅單速接車，類似呢一部咁啦。咁俾我感覺咧，短途駁腳啦，同埋喺大直路度爆咧，都係唔會好舒適嘅個速度。重點就係你要清楚自己嘅齒比啦，因為得單速。跟住就係14寸嘅輪距，你要熟習咗，咁上山就會輕鬆，落車就唔會兩頭擺啦。咁如果大家亦都有興趣過嚟我哋 MBay 度改車或者買車，你都歡迎 WhatsApp 我哋嘅電話就係62740501，歡迎大家查詢。最後都嚟個投票，如果大家覺得今日呢一部14寸嘅豆腐改得都唔錯嘅話咧，歡迎喺留言區落個1字話俾我知啊。咁車尾呢隻小白如果唔加埋落去咧，我諗就6 kg 可以見到噶啦。如果大家嚟到 MBay 度做改裝，亦都想分享俾大家睇呢，我亦都好樂意拍片嘅。咁條件只有一個，你需要擺低部車。希望下一條片見到你部車啊！好，咁今集 MBay 男人嘅浪漫就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如果中意我哋影片嘅朋友，不妨訂閱、俾 like 同埋分享出去嘅，喺度代表 MBay多謝大家一直嘅支持。